若过来，这件是国民党的立委王宏伟来压料，讲赖清德的竞选总干事潘明安过去读高雄师范大学的硕士的论文，疑似涉嫌着抄袭。王宏伟讲，根据着系统的比对，这个抄袭的比例达到54%。这个内容有来抄网络，有来抄各学校的论文，甚至嘛来抄国家公园的网站。潘明安是提出着3点的声明来回击，讲伊的论文有原创性，绝对无抄袭的疑虑。若高雄师范大学审定的结果，讲确实是有欠点，确实是有违反着学术的伦理，但是也未达到撤销着学位的程度。它的抄袭比率高达54%，比之前郑文灿被台大国发所判定为论文抄袭的比例高非常的多。国民党立委王宏伟过去才压了前新竹市长林志坚的论文涉嫌抄袭，这摆又搁一摆点名对象就是赖清德的副选大将、竞选总干事潘明安，压了伊过去伫咧高师大行政教育研究所的论文，嘛是共抄的。网际网络来源有52%，相似度；出版物有10%，学生的文稿有达到25%。王宏伟这期其中17页，敢若是来自玉山国家公园网站的内容；20页和28页是和中山大学各朝阳科大论文正相像，为硕士论文期刊抄袭的对象上少6间学校。伊个进一步指控，点击人早就伫咧上少9个月之前，就已经向高师大压了，到即马拢无得到任何回应。所以在接获检举之后呢？高雄师范大学甚至没有去回复检举人。那经过来比例以后，他的论文是具备原创性的。论文的部分呢，当事人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明啊，我们就尊重了。尊重当事人的说明，潘明安本人嘛透过赖清德竞选的办公室发出3点声明回应，强调家己论文有原创性，绝对无共抄，嘛尊重学论会调查结果，还有证据唔通进入学校内底，而且高师大要求小强度的比率必须比23%高，所以是符合比较的规范。潘孟安应该最精彩的部分是在他台大国发所的论文啊，那么就留给我一些时间。对这件代志，高师大回应论文确实有违反学术伦理，不过无达到撤销学位程度，所以决定以书面来警告处分。但是去年落进市场了后，潘明安就无搁入价，传出是和论文的争议有关系。如今即马第一时间大动作出面指挥，避免学术伦理问题搁一摆影响选情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